像风飘，挂念若像雨流，明日像花落伫岛上，要倒位去，无人通讲。咱他所看的，就是罗马岛15号的电影的片段。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10月25号，在临时行政局顶头所写的是台湾光复节，其实也是台湾另一个苦难的开始。在火烧岛，大家拢嘛知影有政治犯、有思想犯。但是真少人知影，还阁有查某的思想犯关伫遐。咱他所看的，就是咧描写这个故事。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相关的人士来到现场。头一位来紹介咱的來賓，也就是看台灣電影公司的董事長姚文智。彭仁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也是羅馬島15號的導演周美玲周導演。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也是羅馬島15號這本冊，而且副標題叫做《綠島女生分隊、查某分隊以及其他的作者》。周金英，主持人。大家好，主持人好。那麼今仔日邀請到三位吼，咱來細節來講起這部電影是安怎開始，尤其是做善事是安怎發心。来描写这个故事，尤其这内面的主角人物啊，咱也有去亲身做着采访吼。所以呢，咱即摆来看讲是安怎会出现这部电影，尤其大家都所知吼，姚文智本底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事实上啊，咱就知影，伊就是一个文青啊，吼，唔才会去做甲这个新闻局长啦。那对着文化事业啊，一直有这个理想。但是有理想之外，无一定落来做电影。然后以早讲你要害一个人，叫伊去办杂志；即摆你要害一个人，叫伊去拍电影。吼，咱来请文智来讲看卖，这部电影你安怎开始发心起运？即马讲害一个拍电影吼，我唔害得忝忝。无啦，本身无影吼，其实最主要是感觉讲吼，台湾需要有安尼的电影。嘿，其实我思考个嘛毋是文青啦吼，其实我嘛毋是文青。我感觉讲不管以前我咧插政治，或者是讲比如讲我选举，你讲台北市的市政，或者是即马咧推杀这部罗马岛15號这電影，對我來講吼，伊攏是一件一件吼，我感覺需要做的代志，也是講需要解決的問題，吼，因為。你看吼，台灣這100年的歷史，吼，咱足儕故事咱攏無拍出來，咱的少年一輩攏愈來愈袂記這個故事，吼，咱看韓國，吼，韓國光州事件，吼，伊有一出電影應該足儕人看過，吼，講我干那是一個客運車司機，吼，看起來敢若真笑虧，但是咧，伊這個片內底甲韓國光州事件這個所有歷史。講甲一清二楚。哦，迄看甲要哭要啼。即出電影啊，足儕人講，咱韓國會使，咱台灣袂使。台灣哪會無？台灣無自由嗎？台灣無錢嗎？哦，還是台灣到底什麼因素？吼，就是這20-30年來，咱的電影咧愈搬愈細片，吼，咱的歷史的題材，咱的故事啊，愈來愈少。哦，咱的228頂一出電影哦，敢若是30年前啊，吼。我伫網絡寫一個文章吼，講1994年吼，咱有一出電影叫做《超級大國民》，超級大國民，是吼，萬仁導演頒的，吼，迄是1994年，吼，迄年阿扁也當選台北市長，結果經過24年啦，吼，當然民進黨也無選掉台北市長啦，吼，2022年今年拄好有機會，一出就是講羅馬島15號，伊來啊，吼。這個是轉型正義，或者是白色恐怖時代為背景的這個歷史的電影，然後咱還有可能選
陈时中当选市长，哦，这是一个我写讲这是一个无奈的巧合啦，哦，真无奈，是人会等这么久，哦，这当然这背后的原因足济啦，吼，迄个有时间再搁另外来讲，但是我主要是感觉讲吼，这个代志无人做袂使啦。但是我的问题是，何必是你？因为我都等足久啊，你等袂赴啦。无啦，大家知影吼。大家想讲我是找无头路再来拍电影，我当然唔是安尼想。大家想讲我足天真浪漫，想讲电影一定会赚大钱，无迄个代志。我相信你唔是安尼想。我唔讲啦。我所以他唔知讲，要害一个人就叫伊拍电影。我讲吼，其实我想要做这个代志吼，已经想自我做新闻局长甲即嘛。哦，所以对这就开始。所以其实你大家若知影，我伫做立法委员的时阵，其实我嘛有杀一出纪录片。是，迄是书名的革命进行式，吼，革命进行式。当然，伫你的节目嘛捌有播过吼。啊，迄个时阵就是讲，我看有你上遐济岁啊，迄当中97。啊，我讲啊，无翕袂使，有翕无？无人翕。我甲你讲，我决定要拍迄出片哦，1秒钟尔。讲无人做，啊无我做，无要安怎？哦，啊。我对做新闻局长的时阵，对台湾电视电影的思考，甲迄当中，我等10多年啊，这个代志拢无人做，吼，无人做。我想讲，我若政治无插吼，我感觉这个代志反省，这个更较需要我来做。不要紧，咱搁等3天，观众朋友有通看到，应该是28号开始。28号，全国的戏院有80间拢会使看。吼，啊，你等袂赴吼，但是我先跳过周导演，吼，我先来问咱这个原著作吼，周先生，咱这问题还是讲伊等袂赴，但是你是啥物机缘巧合去找到这个故事，还是讲你本队就知影讲袂使？这罗马到15号内面吼，这个可歌可泣啦，内面尤其查某囡仔的代志吼，搁较使人我真正。我初初知影这个故事吼，差不多是应该有20年前啊。看到这个故事，看到唔敢搁看落去。这个感觉吼，头拄咱看到这个纪录片，咱看到这个电影初初开始，这声音出来吼，规身躯鸡母皮就走出来。哦，周先生，你甲咱观众朋友说介绍一下罗马狗这个故事是大约啊是啥物情形？因为咱节目当中吼，真侪少年朋友。甚至都唔知影7月25是台湾光复节，安尼这拄啊好，讲互大家知。好，那讲历史背景就是台湾历次世界大战了，无2年就发生228，啊，这就是台湾光复的第一个大惨案吼。啊，佫无2年，白纸讲无发生，啊，所以已经就要到40年，啥物代志拢袂通讲。哦，啊，佮掠火烧岛，我是火烧岛自细汉就知，我怎讲，大人就甲你喊啊，囡仔若无听话吼，紧在掠火烧岛。我不要大汉啊，以后再种奇怪，啊，火烧岛是啥物所在？囡仔根本就唔知嘛，可见那是一个恐怖的名词，紧在甲伊掠，送下去。啊，我当然插这个代志，是因为2001年。拄好接228纪念馆差不多成立嘛，我为头插到尾4年。白是讲我实在是了解足少的，有的是拢册读的，啊尤其杨贵，啊咱那个日本时代这个大作家杨逵吼，啊故事那遐尼趣味，啊张义林早期写的，哇写搁较济，吼，啊当然对历史，对这个博物馆。我拢有趣味啦，啊，我毋知即人在合作会变做纪念馆，还是即摆我拢甲叫做纪念遗址、纪念遗迹。但是你所在所接触的这资料也真侪，那独对着即个罗马到15号会开始产生了兴趣。啊，所以就是因为去做规划工作，2001年，第一摆带一个阿嬷叫做陈群，就是册内底其中一个主角。哦，是。去到现场。哇！我讲你身份地就爱就带我去看，啊，拢拍远啊嘛，哦，芒草拢因为发到人家人啊悬啊，嘿。我看伊咧讲安尼，日头安尼大，讲安尼欢喜，拢一点仔惊啊都无。哦，我若有一天吼，我希望我个人记录起来，
甲出版。啊，陆陆续续安尼就熟悉，因这个受难者团体一分的嘿，甲2000年以后，这拢甲什么人积极？台湾的变拢有关系。因开始有较密切的，一个月一届的庆生会。哪遐尼济阿嬷，到底是拢家乡吗？无哦，我真济是捌离婚小岛。受刑人。当然就日熟悉嘛，毋知影讲记录嘛要经过12年才当出版，无想到讲10年以后，搁10年以后拍电影。12年才有通出版，搁10年才有通。拍电影，所以这种哦天命，讲这天公伯来安排。所以这天命就落在这个导演的身上吼。导演初初听到这个故事是文治先生来找到你，才知影，还是进前就知影，受不了啊，知影讲，火烧岛有这个查某，这个思想犯地的，你是什么心情来接这个戏？一开始是姚文智先生找我，伊找我就先摕这本书互我看，我一看这个书，我就感觉真有感触。而且一看我嘛知影是安怎会找我，因为女性的题材，甲思想犯的题材，这完全对着我的胃口。因为我读铁校的嘛，我无法度想讲是安那思想会有罪。是安那思想会有罪，这个代志咧现代咱即马来讲，这无法度理解的代志，是安那想一个尔有罪。有影呢？因为这个人，这个思想犯，因犯着什么罪？因为什么行为犯罪？无，因无任何行为具体的行为犯罪，所以因叫做思想犯。但是，这就是一个无自由的时代开始发生的代志。而且佫是女性，因为咱知影咧旧时代的女性，因是无妨鼓励讲，你爱有家己的思想，你上好无才便是德。所以女性因佫有思想，会变做一个思想犯，这个题材我就真有兴趣。所以因咧迄个时代一定是知识分子，因一定有特别的眼界，所以因开始变做思想犯，互关去绿岛。所以无毋对。咱看完迄本资料，就知影讲有足侪女性咧，迄个时代，因有可能是护士、老师、学生，主要是因拢做少年的。所以你看完遐个故事了，你会感觉足疼痛的。准讲因若无妨关去绿岛，因应该是台湾的新女性。头一代去战后头一代的精英啊，吼。无毋对，但是因为因有家己的想法，所以向关去绿岛去。所以我感觉即落，但是规个台湾社会气氛还未改变嘛，重男轻女的气氛还未改变，所以你甲遮个女性的精英关起来了，就女权就无可能得到更较大的发挥，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所以准讲若有机会用个甲这个故事拍出电影，我感觉咱应该来讲，这部电影其实条件真济吼。咱的核心吼，就是讲，咧讲到这个思想犯，讲到别是恐怖，佮讲到女权，吼。咱啊，首先吼去采访到，即马还佫在生，吼，还佫健康，吼，内面罗马狗15号，吼，伊户口草本顶头无住所，就是罗马狗15号，吼。咱来看张湘美。行梦敢有通想象，伫无边无花的树，才有一群当时的鸟，对倒位来，无人会知。我思念的有卡桑。我已经来到火烧岛啊！我伫遮真好，吃有啥通吃，嘛有饭通吃，请你唔通操烦。得有我的罗摩
我读你读，在我互抓去的时阵，都是高中1年级呢，10多岁啊尔，都无愿意啦，我都嘛是安尼在读书尔。伊就讲，阮自治会的会长是共产党，你遮会员拢是都是安尼尔，啥物证据拢无啊。假算讲自治会遐规定拢变讲是拢参加共产党安尼。其实迄是学校办的，就讲会长就是共产党走去啊安尼。所以阮遮拢被抓去关，很冤枉啊。我拢总关12年，搁100天，关几啊所在啦，保密局啦、军法处啦、台北监狱啦、台南监狱都待过。不是我一个人啦，太多人啦，所以袂无伴啦。上惊就是家己的边仔的人，互叫去庆山的，迄规工拢会足心疼，因为困伫边仔人，互叫去庆山。特会来啊，会来问讲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安怎安尼问遐有无？大概逐个月拢会来一摆，无共人啦，就是拢遐保密局的人，假说讲。放出来了嘛，拢要甲你监督咧，安尼啦。像阮大家食头路，特务拢会甲因咧做人讲，你要注意哦，那个是个毁碟。人有的人都会唔敢请，伊无请也袂使，因为会晓画的人不多嘛。但是都是甲你调讲，甲你减那个薪水减少一点，知影你无落好去，这样的。很可怜的，出来啊，你搁这么感动。咱他所看就是张湘美，其实阮也见摆看到张湘美的故事目屎就想要流，尤其伊出狱了后，甲欧阳先生结合，经过着真苦难的日子，尤其头仔咱也看到，而且伊搁较无辜的是，完全甲事相反。一点仔看见都নাই，一点仔都无关系。祖先，你头一摆认识到即个张湘美的时阵，你敢会感觉讲，有即种冤错假案，即种比例有偌悬伫罗马岛内面？基本上那国民党认为的是共产党，还是有牵连。比如你有介绍人加入组织，迄个台湾拢清楚啦。当然是安尼表达，所以基本上上会者都99%，我认为啦，拢唔是什么所谓的毁谍，各种原因来，所以你要用冤错假，嘛是会使安尼讲，但是你讲张湘美这种的，伊甲当伊嘛无承认伊是什么毁谍思想犯。我第一摆实在是22年前，迄是因先生主动写要叫文建会。主委陈奕秀讲因的代志安怎，因为他们都在总统府办一个叫人权之路的展览，我一看，哇，这个，你上来写啊2张的10行字写啊长，写伊的故事，我就马上联络伊去到离304路去看，佮你做的书，伊叫做书画社，就拢咧写字啦，拢写字啦，可能2支手写字。趣味的是边足侪的报警，足好奇讲，我想你遮哪会遮侪报警？除了写字啊，伊讲迄拢替阮查某囝做，我讲恁2个做的伊讲对，你哪会知？你2个就靠4支手工艺，请这囡仔嘛，迄个时代我都安尼，所以这嘛台湾的可爱。你304迄种所在，中小企业，麻烦你就离家暗嘛，讲拜托一下。欧阳建华先生，你甲我写字一下，我要过年。写春联，写春联，所以离到暗要一顿饭几点钟我唔知。这个真可爱的故事嘛，真动人的故事嘛。等于我妈妈迄个世代经过的世代嘛，所以这甲思想有什么关系？甲政治什么关系？爱记录。有影，张女士，我甲阮后母是同年同庚啦。
是哦。所以我定定看到伊，我会想到阮妈妈，因当初时即初一读到初一，日本撤退，来国民党的即个时代，嘛是去做老师，伫学校内面嘛是要接受到即个检查，我要讲转来，咱如何要讲互这少年人听？讲故事的方式是真重要。那有像阮即马50通岁仔的人那拄着公司的即个，也是咱的同事20通岁仔，有当时咧眼神就甲你讲莫咧见讲过去，会感觉讲10月25，头到阮的同事咧摆宴的时阵就讲，今仔是啥物日子啊？10月25就唔知影，我讲唔知影拄啊好，但是如何要讲一个故事互少年人知？文理先生，你家己感觉的，尤其你嘛处理也有青少年无已经毋是青少年，已经是青年啦。是。这讲故事的方式，甲咱要传播咱过去的这个生活的苦难，这个转型正义拢有小可关系，拢有关系伫的。拢有关系啦。是。我讲较远的啦就是讲台湾的民主有当人甲俄罗讲是叫做和平革命啦，有一种形容讲叫做分期付款的民主那么分期讲安尼，听起来敢若真远其实就是讲咱的过去咱的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历史的真相即个中间有迫害或者是司法不公的种种所有的物件其实拢无一个真好的清理啦，就即个尾后有成立即个不当的东善来处理委员会，有成立即个转型正义促转会促进转型正义即个委员会但是咧，即个物件咧一直咧杀啦，杀了久来，真侪少年人就感觉讲莫阁讲过去啦，逐年2、8拢伫遐咧演讲啦其实阮休困来佚佗较欢喜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台湾社会对过去对真相，敢会使轻轻松松啦，过去就算了啦我们要看未来啦这可以国民党常常拢安尼甲咱讲过去就算了，看未来，敢真正互咱的民主，咱有真正的落实，真正深化。真正知影讲咱过去安怎来，然后咱对即个台湾的精神价值，或者是讲咱即马信用的生活方式，敢有一个真好的团结的力量，我感觉无啦，我感觉无。所以其实这是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但是讲有的人讲这是过去，我甲大家报告错了，这随时会卷土重来。因为你大家知影这个曹老师下来这个访问叫做新生训导处，新生训导处。伊咧讲啥伊咧讲感训、感训，罗马是官训，这是感训，感训，感训换做即马或者啥，或者再教育，其实都是中国维吾尔即马咧做的再教育营，一模一样所以你看过去国民党来的时阵，安尼对台，嘛毋是干那对台台湾人，我真侪外省人甲伊同齐来的时阵，因为去互伊即个斗争，或者是感觉怀疑是匪谍，或者是真正是讲甲左派，还是有啥物来往的时阵，因遮就关系得到，但是即马即个时代，咱咧看这这就有意义因为中国伊就是安尼咧做，差不多你会使拢摕来对拢摕来对。就有影。所以其实我要甲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我希望讲大家了解，就是讲咱见往知来，咱即马看过去以为讲离咱足远，其实咱也无准备，咱也无去提防，咱也讲继续安尼潦潦草草在一起。有一天伊雄雄历史就搁再来，这毋是台湾可能面对呢，其实全世界咱拢会使看到足侪例。是
讲到这个吼，过去的故事要讲互即马现代的囡仔来听吼，讲故事的方式就真重要。导演，尤其头拄啊，文治先生也讲着，讲这毋那是台湾在地人，吼，关去火烧岛，外省人嘛真济，所以咱伫即个电影片内面吼，听到即个中国的各省的即个口音拢伫个吼，上无就根据着统计啦吼，讲10几种以上啦，在即个导演的顶头，而且是编剧顶头，有特别拄着什么困难，爱注重什么？拍这个电影上大的困难，就是因为咱是根据历史来改编。上困难的是啥？是面对历史。困难的毋是讲咱要重回历史现场，迄无偌困难，因为咱有老照片，有纪录片，技术拢做会到，技术做会到，服装道具迄无困难，但是你要恢复到迄个时代感，迄个时代的迄个气氛，迄生活感，嘿生活感，你爱恢复到迄阵的南腔北调，尤其咧一个感觉内底，伊无可能互你讲日语、讲台语，无可能。方言是禁止的，所以大家会带着伊自地乡土带来的语言，迄个母语的腔口，啊，落去讲迄阵的普通话。所以就有譬如讲，阮的头一回女主角连俞涵查亲的女主角连俞涵，伊本来是山东啊，嘿，山东的流氓女学生，啊，伊讲的就是山东普通话。毋是山东的土话，啊，譬如讲，阁有一寡军官，哦，因有浙江啦，什么江苏、山西，广东足侪，各位来的南腔北调，拢会伫即个生活感，会伫即个历岛的感觉内底会表现出来。啊，但是咱是咧对少年人来讲即个电影，咱这电影是要拍互少年人看，因为少年人无啥了解。这段历史甲这段故事，所以我讲上困难的是啥物？是面对历史啊，把这个故事变做好看的故事，互少年人了解。因少年人因无想要有戏剧感吼，对，要有戏剧感。因为少年人伊无要听你教示伊啊。我开250块，开300块来入去电影院，搁要听你甲我骂，伊无爱啊。所以伊干那要听好看的故事，咱就爱讲好听的故事讲互伊听。所以我嘛听到一寡少年人甲我讲，我今日看遮尔啊沉重的故事，遮尔啊沉重的电影，我唔敢去看。所以我就甲因讲，一开始我嘛是惊这段历史啊，惊讲迄个血腥的无，会有啥物星球的场面，我嘛是惊啊。我当然爱安尼甲因讲，但是你莫惊，因为文治先生会。请我来导这个戏，当然嘛是看到，因为我嘛是查某囡仔，我知影大部分的观众咧想啥啊，所以咱为女性的角度切入去，咱会看到啥？咱会看到女性之间因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一种温暖，一种互助。无毋对，一种互助的感情。就敢若咱台湾人做有人情味，迄个人情味，咧因的生活当中，咧因的苦难当中，因个努力咧维持这种的台湾人的价值，啊，佮这种人情味，所以你会看到足侪女性之间惺惺相惜、互相疼惜的这种温情，因安尼共同扶持、共同帮助、共同暗扛，来行过迄个苦难的时代。佮上尾，因当然有的人也是牺牲，就咱看到预告片内底，因讲，牺牲会带来力量。有的人是牺牲，啊，但有的人坚持落来，甲故事继续流传落。啊，有的人是一张白纸入去了后，伊经过遮侪伊身躯边所有女性的故事，然后伊了解讲，哦，原来这个世界是安尼，原来这个时代是安尼，但是伊爱继续活落去，所以。无共款的女性的角色，因用无共款的方式来面对这个苦难，但上尾大家所留落来，毋是怨恨，是爱，是温暖。这就是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真无简单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讲，咱经过遐尔啊侪政权的统治，日本啊、西班牙、荷兰、
清朝、明朝国民政府，咱经过这么侪政权的统治，但是咱上尾留落来是一个多元、开放、温暖的形象。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上大的特色，所以咱用个留下好的所在，无一定讲爱用万分来面对所有历史。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莫惊讲这出电影会伤过沉重，伊真温暖，伊是我拍过上温暖的一出电影。那有听到导演有家己吼，这毋是家己导演家己咧分鼓吹吼。咱来看吼，这个电影的这个预告片吼，咱来看内面，你就知影讲，这个剪这个预告片的时阵吼，是一步一步要每一句话、每一个片段、每一个声音，拢要互你来理解讲，哦，这内面要传达的信息。唔那是讲要建讲过去，唔那是讲我要甲你和解，我要甲你促进转型正义，要来讲的是爱甲和平。咱来看觅。全部下船，干什么？我思念要有卡送，我已经来到火烧岛啊，我伫遮真好，请你唔通操烦。ずっと反省してるんです。自分の何がいけなかったのか。上面说你是匪谍，你是匪谍。共产党，我只是想看来儿子啊，用血在这边签个名就大个了。我们母子无恩啊！你要好好的撑过去啊！红姐姐，你厉害或稍等，咱们就重新开始。信念是上重要的。当牺牲来的时，咱就要笑笑来面对。因为这是反抗上悬的境界。观众朋友头头看到吼，内面也有讲这个中国国省的这个口音吼，内面也有日本话这个口碑吼，内面的内心话吼，也有讲到这个刑求啊。咱看到这个片段吼，要请周先生来讲。这女生大队，这女生大队吼，伫遐，这是一个真特殊的这个存在吼。也有我所知的讲，因这个敢若用一个迄个德利巴吼，甲围起来。啊，有当时吼，相对面吼，尤其像咱小等会看到这个张湘美吼，伊其实是有去传到这个纸条啊，吼，有查甫甲传纸条啊，这个内面也有真侪真人性的故事啊。周先生，你讲互咱听，互少年朋友知影讲，其实就算讲在迄个遮严格的即个所在，也是有这种人性的即个存在。当然，拄啊，导演也讲真多吼。啊，这个片其实你甲当作政治片哦，伤可笑。毋是敢可笑尔，故事里头，故事拢伫电影内底啊。电影内底政治是伫后壁啊，但是人经过迄个时代。你遐尼艰苦的所在，爱家己种做，淡水迄拢小事啊，规个拢爱有千几个人要怎活落去？迄人差不多有1600个至2000个左右。啊，女生就是一个分队，伊拢有12个中队啦。啊，是讲女生伊那嘛叫做第8队，伊的为了第8队，这就甲异性台有关系嘛。八路军就是中国的八路军。惊这8字。啊，国民党叫八路军拍败啊吼，啊，咱嘛以前嘛无8路公车嘛，啊，所以女性与火烧岛迄种特殊性，伫遐尼一个男生内底，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咱原来采访敢若是有限的，佫有遮济我知，
有人唔肯出来讲啊。甲当个我要上地唔肯讲。唔敢讲。伊嘛有接着字条啊，啊伊嘛有去用，伊甲张尚美小可共款吼，无代志，吼啊所以伊甲张尚美的态度都无共啊，吼绝对唔讲，啊绝对唔讲，咱嘛要去理解唔讲的迄种情形。因囝我嘛捌啦，啊种人住伫台南嘛，迄拢是学长学妹的关系，啊而遐写字条是鼓励。还是这种表达讲，哎，敢捌的，你遐较拍拼，哦，啊，咱毋知嗰种去活落去，哎，其中有两个拢有关系啊，一个叫许学进，就科学进，喺台中写予张尚美，一个台南叫做蔡炳宏，写予黄彩惠，你当然拢有，这两个尾同尾拢清楚，啊，这个故事。恐惊的啦吼，20年前拢无啥人咧讲起，一直到东岸出来才讲啊，因这受咱的我上中哦，原来3年变5年，5年，是安尼来的，嘿，啊，去到尾就搁上等啊，啊，所以毋是家属唔原谅我，想足济因的男友嘛，干嘛讲这代志咱有可能是安尼？所以，伫迄个人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内底，咱就看到背后迄种体制，非常的无人性嘛，相对来讲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当然这个历史透过个人的表达演出以外，伊应该是你规个世界史冷战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段，你东南亚发生的代志。当然历史真歹用比的，但咱台湾啊家己至少行过一段路。即摆会当自由讲，吼啊自由来看电影。我特别拜托吼，无一定是讲台语的才来看，也是绿色才来看，偏绿的才来看，大家拢来看。迄咱台湾一体历史嘛。白色恐怖内面受害者真多，差不多40成外省人。对中国来外省人。系啊，啊你外省人你受害，张尚美就叫外省人啊。你看伊咧写吼，伊咧骂国民党哦，吼。迄骂得更较凶，伊深深有迄个疼嘛，因为中国就看到国民党甲共产党安尼，啊来到台湾无意讲家己变做政治犯，啊甲一个草屯的小姐乱来，啊当然家庭拢无同意啦，但是我感觉因两个足厉害啦，4支手啊培养4个杰出的人才，你有去采访嘛？最近的采访嘛，经营家佫足好，大提琴家、小提琴家、舞蹈家，佫一个去做教授。真正无简单，所以这就是咱的典范嘛，吼！啊，透过因的故事，你讲伊是种抵抗嘛是无要紧，活落去，记号甲故事传落来，这嘛是一个爱咱来知的故事。就是一种胜利啦。啊，佫有一种就是讲，哦，即马足侪少年拢足期待迄种左派的想法，哦，左翼的想法，啊，我拢会使，迄拢是咱台湾丰富的一部分嘛。啊，你嘛表达出来，只不过透过女性，吼。大家较会当亲近，大家拢妈妈，对吧？女生人口嘛占一半啊，啊男生都是妈妈的儿子啊。这个男性的学历上，我甲问，我讲你人生哦，行到遮来，尤其迄无期徒刑关3几年，你当袂当袂记啥？毋是太太就是老母啊，拢无讲老爸，拢讲太太甲老母，所以那无。女性的这种受害的故事，因那坚强活咧，一定爱嘛。所以我邀请大家拢来看。是，主席，咱到斗阵来听看卖吼。张尚美女士吼，佮讲到讲，伊所经历的，因的后来，甲因先生后用剑华，伊佮一百度来画在价格内面所受的这个，嘛是伊啦，是的这个乐友吼。所受的这个伤害，阮毋是要互大家来看讲啊，是过去安尼偌惨进，阮是要互观众朋友知影，在迄个体制之下吼，人生拢叫扭曲去，真容易人踮咧迷失自我啊！吼，咱来听看张尚美伊的讲法。这就是安尼啦，别安尼。
头吼我上后壁啊，才个灌辣椒水。问你有参加过？伊就讲有，就分去啊。辣椒水安尼灌呢，片啊，就14个拢灌落去。会拢灌到分去，伊判决书迄个拢已经写好啊嘛，叫伊签名，就承认讲伊遐话拢伊讲的安尼。即个我有甲带到店啦，伊拍甲囡仔流落来，安尼甲拔起来，佫甲拍一个让闹血出来，才看守才知讲哦，原来伊是怀孕，就要生啊嘛。还好囡仔无死去。问讲你有参加共产党无？你若讲无，伊就家烫光光啊，甲抹迄个面啊，面啊，甲放踮遐，就到遐一定会来加，足疼的嘛。你互绑咧，疼到要死，就会讲有啦，我有参加，所以罪就安尼来。过着看要判死刑，还是无期徒刑，还是15年安尼。所以阵仔拢判真重。咱所采访的只是内面的一小段吼，其实在这整个电影当中吼，当然也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电影搁较长嘛是3点钟，吼，咱无法度把所有的故事拢藏入去，所以呢，在编剧顶头，在导演的选角顶头，其实要用真侪心情来想，来讲，到底我要用什么角色，吼，来放伫内面，吼，搁有戏剧感。吼，真正那历史的这个事实，无一定才好看。吼，毋是讲我讲所谓的无好看，毋是讲无感人啦，是对着这个戏剧的表现来讲，无一定较好处理。请导演来甲咱讲，咱这个选角还是咱人物设定啦，吼，人设当中，咱有啥物想法伫内面，互观众朋友所知。罗马哥15号内底有3个女主角。咱是为一个高中生于佩珍，就是去年摕到金曲奖的一个歌手。于佩珍伊换一个女学生，高中生，为伊的简介来开始看讲，经过来看这个世界到底是啥物情形，这个感觉内底是啥物情形，是安那伊会互关起来，伊家己嘛毋知影，所以伊是一个无辜的学生，为一个无辜的学生开始来。行入去绿岛，行入去这个时代。第2个女主角是茶金，迄个女主角连于涵。连于涵一般是咱拄仔有讲到一个流氓的女学生，山东啊，山东的女学生外省人。这故事真长哦，对平湖个。是，伊的背景是平湖713事件的一个女学生。你知影平湖713事件，大家若有兴趣的。上网络查看嘛，就知影。咧迄个时阵，平湖一寡学生囡仔，嘛有一寡查某囡仔，互关入来绿岛。所以林玉涵伊搬就是一个外省的一个女学生。伊后来变做迄个蔡瑞月老师的学生，咧绿岛有参加跳舞，还是搬迄个话剧。第3个女主角是去年摕到金钟奖最佳导演编剧奖的徐丽雯。徐丽雯伊咧罗毛高这个号内底是一个护士，伊本来是一个护士，而且伊嘛是一个上坚持的反恐分子。伊咧感觉内底带领大家去做不合作运动、反恐的运动，做抗争。但伊有一个三岁。囡仔嘿，所以当局就用这个囡仔来甲威胁，叫伊爱认罪，但是伊继续反抗，伊就讲阮母仔囝无缘啦。但是安尼对一个母亲来讲，这是一个真悲伤的代志。咱就透过这3个女主角，把故事传出去，来讲因的故事，来讲规个绿岛感觉的故事。所以这后高中生。吼，有做母亲呢，是，吼，也有一个独立的女性，吼，虽然也阁青春伫个，这对女性的这个觉醒，吼，对着外在的环境，吼，咱来看这个故事。但是我要转来问题先生，咱其实看到真济，不管是韩国、美国也好，还是欧洲，
真侪对着过去，尤其譬如讲欧洲真正真侪人咧拍即个纳粹吼，纳粹的时代吼，美国人也真侪，Steven Spielberg 吼嘛真侪翕即个纳。咱看台湾以后啊，阁有啥物计划吼，互大家来批判者，啊，阁有啥物计划讲互大家听。你拄仔讲到迄个 Steven Spielberg 吼，大家会使看伫个应该是伫个即个 HBO Plus 吼，会使看伊的即个访问吼，伊的纪录片啦，讲伊吼，伊过去拍大白鲨吼，迄个 E.T. 外星人、侏罗纪公园。纪录片。嘿，伊是全世界即个电影吼，赚上侪钱的导演，伊的身价是40亿美金啦，吼，美金哦，吼，啊，但是伊个40几岁，在走到后摆学习者，啊，40几岁的时候开始反省，伊拍《辛德勒名单》，啊，伊开始拍培养新的导演吼，拍《间谍桥》，啊嘛拍1945的纪录片，吼，这就是 Steven Spielberg。吼，其实我定下提即个例吼，你甲讲，台湾人需要有安尼的电影，啊嘛需要有安尼的人，吼，因为安怎咱一个国家，还是讲一个民族咧发展，吼，咱一定要有足侪即个文化的题材、戏剧的题材，吼，伊有法度来启发，或者是影响，吼，或者是感动，吼，互后一代知影讲，头前咱到底行过什么款的路。啊，所以其实我咧想，我的公司头都探台湾，其实探台湾就是探开，就是散播，就是推广，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是希望讲甲台湾的故事探好开。其实这个公司的名已经讲我足清楚啊，所以罗马狗15号是我第一出，但是我希望讲我未来会当伫个台湾这100年的故事选出上精彩的，一出一出会当来拍出来。所以我其实我哪有几落出，即摆咧安排啦其中较具体可能就是一个陈澄波回家的故事，是，这已经有小可公开，这要嘛是要对因太太的角度，因为这唔知安怎，无怪讲大家拢无咧怀念老爸，这个用迄个女性母亲的角度，母亲，或者是一个成功者伊背后伫后壁甲帮衬，迄个有迄个台湾人的韧性，坚韧安尼的女性，来看陈澄波，迄个年代嘛看，迄个年代嘛对1920年，1947日版，1直到1970、80，这是一个应该是属大合剧啦，这是我希望后一出啦。不过我都拍后一出，就表示罗马狗上无一定要有成功，袂使了钱，袂使走路，一定要有成功着。咱一开始是甲滚生笑讲要害一个人去拍电影，但是咱就知影拍电影其实是真辛苦，尤其整个队伍这个剧组要扭起甲这个离岛去做。真侪资源啊，啥这真麻烦。你开钱的时候，敢开水的。开水的，是收了会惊吼。会惊。收了会惊。但是呢，我相信咱讲到这去除了这唔那是一个政治片，这唔那是一个历史片，这是要来产生对话，而且咧讲爱甲和平最后要请两位来甲咱观众朋友来讲。尤其在请这个周先生你做遮侪过去这30年来，你拢咧做这种物件尤其是白色恐怖，咱要甲不管你是台湾人也好，还是外省人也好，还是你自认是中国人也好，就像头早文治先生所讲这个代志会搁重演，会搁重来，无得看马仔就变做在这里的现象。周先生，你上后要讲互咱观众朋友听。我刚才我查册，你来看这个册方面这就是遮尔风景水的所在。人关伫遮，思想是束缚，自然是完全自由。这是什么所在？火烧岛的规个地图东北边的一角即摆用现代语言，伊叫做纪念地，还是叫做遗产地，这是为英语来
我要甲各位讲，拄话讲，咱这嘛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毋是历史的一部分尔。咱这个点，嘛是世界遗产的一个，我感觉未来啦，做好有这个条件。安尼，甲咱台湾要确保民主自由，拢有关系。啊，咱少年啊，一年去火车岛，差不多30万至35万啊。但差不多9%可能拢唔知影怪政治犯，我较免讲是有女性。我希望透过这个电影，咱共同来认识讲，有这种的纪念地变做电影呢，这表示啥？台湾嘛，佫向一个阶段来啊。所以咱要有迄个自信，安怎来确保咱的自由？电影毋是一支尔，文字若佫安尼继续拍咧，我拖出去。伊讲爱起码100支啦。是，还有拖出来导演。我认为信念是上重要的。就敢若咱罗马95号电影内底所讲的主题，信念是维持咱价值观上重要的物件。总讲咱若感觉咱台湾即马建立起来民主、自由、多元、人情味，这个价值是咱真疼惜的物件。咱就爱有迄个勇气，甲迄个觉醒，爱用所有的气力去维持咱的价值观，这就是咱的信念。总讲咱若是一个无信念的人，啥物拢会使。安尼，咱无台湾嘛是无要紧。可是咱好不容易，伫台湾这块土地，伫咱的故乡，开始有法度家己当家做主。这是这300-400年来第一遍，咱有这个机会，咱来到时代这个坎站，咱一定要坚持咱的信念，甲咱即马所建立起来价值观继续传落去。所以，就算讲对方的威胁来到咱的身躯边，咱搁较爱坚持咱所相信的物件，相信咱所相信的价值，若无，活着有啥物意义？所以呢，我上要甲观众。命运若像风飘，挂念若像雨流，名字像花落伫路上，要倒位去，无人通讲。小啊小啊，无值钱。的命运，念啊念啊，拢同款的身份，双脚行向无尽尾的路程，心事的人。拢带着旧伤痕，写思念的日子偌多，写走过的青春相陪。